植物同蝴蝶嘅關係密不可分，關係從幼蟲期開始。每種蝴蝶嘅幼蟲只會進食某一種或者幾種植物嘅葉片，稱為寄主植物。市區常見嘅玉帶鳳蝶嘅寄主植物係金骨，玉帶鳳蝶嘅幼蟲正喺葉片上休息。幼蟲外形獨特，為免被雀鳥發現，有一身保護色，頭部更加有一對假眼，配以斑紋模仿青蛇，希望可以嚇退覓食者。呢條幼蟲已經踏入中齡階段，食量再進一步增加，儲夠足夠能量之後就會化蛹，然後蛻變成成蟲。鳳蝶成蟲亦都要依靠植物生存，佢哋主要以花蜜為食。為蝴蝶提供花蜜嘅植物稱為蜜源植物。灌木馬英丹唔係本地原居民，亦都被定為世界8大外來入侵種。但係喺香港，馬英丹分布廣，花期長，差唔多全年開花，成為咗重要嘅蜜源植物，為眾多昆蟲提供食物。要推動可持續發展，政府必須同社會上不同持份者合作，各界組織同機構嘅參與同樣重要。就好似領展就揾咗環保團體鳳園蝴蝶保育區合作，喺旗下商場嘅戶外空間建立蝴蝶園。呢個喺領展商場設立蝴蝶園嘅計劃係由2020年開始，去到今年已經擴展到總共有10個蝴蝶園啦。大家見到後邊咁多嘅屋苑啦，同埋商場啦，以前嚟講咧，都係一啲嘅樹林，係好多野生動物都喺度居住嘅。城市嘅環境裏邊咧，我哋建立翻一啲嘅花園，其實都係將呢個地方咧係俾翻呢個大自然。商場咧閒置嘅地方，就將佢係活化起嚟，種翻一啲適合嘅植物，增加咗可用性，更加係大自然用得到，人類亦都可以用得到。首先，我哋會去睇下附近有啲咩嘅蝴蝶嘅物種啦。咁然後第二步咧就揀啲咩嘅植物去適合佢嘅。原來每種蝴蝶嘅產卵同進食對植物都有唔同嘅要求，所以蝴蝶園都要種唔同嘅植物去符合翻佢哋嘅需要。我哋呢啲嘅年桔咧，過咗年之後回收翻嚟嘅喎。年桔咧好吸引啲鳳蝶科嘅蝴蝶嘅，佢哋會走嚟呢度產卵嘅啦。其實每一種植物咧對大自然咧都係有貢獻同埋有嗰個關係嘅。可以利用我哋商場嘅戶外空間去建設蝴蝶園，咁孕育一啲咧就以商場為本嘅即係蝴蝶嘅棲息地，希望長遠咧發展城市嘅生態跳島，可以利用到我哋嘅物業網絡啦。同時之間咧喺當區咧招募一啲嘅居民做生態保育大使，去教育佢哋嘅受惠者啊、學生咧有關呢個蝴蝶知識嘅，連埋晒義工啊、居民咧，佢哋已經接觸過咧超過100萬嘅人次㗎啦。咁所以我哋覺得咧呢個項目咧都有一定嘅成效㗎啦。喺呢5年間，喺蝴蝶園發現嘅蝴蝶物種數量由最初10幾種增加至60種，當中仲包括喺2023年彩園廣場發現嘅拿環甲蝶，同埋喺今年7月富善商場發現嘅點圓灰蝶，都係非常罕見嘅蝴蝶物種嚟㗎。除咗蝴蝶園，佢哋仲喺當區商場搞咗1戶1花活動，向街坊免費贈送蝴蝶友善嘅植物幼苗添。唔使錢又盆栽攞，咁正，去了解下先。Hello， 你好啊！我想揀薄荷，因為我好中意薄荷嘅香味啊。現場啲義工仲教咗我同街坊好多種植小貼士，啱晒我呢啲新手去學種花啦。屋企有個老堂，有興趣種嘅。啊，呢隻到手香係防蚊嘅喎，咁樣一過嚟又，有呢隻喎，咁咪試下種。除咗我哋10個蝴蝶花園之外咧，咁更加可以將呢個理念咧係伸延到去每個家庭裏邊，就係1戶1花啦。咁如果唔同嘅家庭都喺佢哋嘅窗台種咗一啲嘅植物適合蝴蝶嘅咧，令到啲蝴蝶咧都可以用得到嘅地方。哇！咁呢個香港咧就好快就成為一個蝴蝶城市啦〜